23歲新人 send 咗無數份 CV 都石沉大海，35歲前輩明明最聽話、最唔出錯，反而係最擔心自己份工呢？點解呢兩群人一齊遇到危機？因為佢哋犯緊同一個錯誤，以為努力係穩陣，佢實際上係自殺。係 AI 時代，學歷同經驗已經唔係護城河，真正嘅生存之道係用 CEO 思維去駕馭 AI 創造價值。之前我講過呢個概念，如果你仲覺得有啲抽象，今日我會再用多啲實戰例子同你詳細拆解。第一，面試新人嗰陣，邊種表現會令我即刻想俾 offer 呢？第二，投行 MD 到底有咩共同成功嘅特質呢？透過呢啲真實例子幫你開翻住噶啦。其實每個人身上都隱瞞咗嘅 CEO 制，救返你職場上嘅命，令到新人可以攞到夢寐以求嘅入場券，老手可以喺裁員潮保住飯碗。你好，我係投行爸爸。睇完片之後驚唔記得？可以 click 下面 link 睇懶人包。好，而家我哋即刻開始。點解我話 CEO 思維係2026年嘅唯一保命符呢？學歷同經驗，表面係資產，實際係負債。佢哋最厲害係俾咗你一種假嘅安全感，令你停止進化。你要明白 AI 時代唔需要更多零件，只需要決策者。好多人以為 CEO 思維係幫老細諗嘢，錯晒啦，係幫你自己攞翻主導權。你唔想做一個隨時被淘汰嘅零件，你就必須學識點樣做 AI 嘅 CEO。好多人會覺得 CEO 思維好難學，或者離自己好遙遠咁。其實每個人都平時都會用到呢種思維，只係你骨子裏仲係用緊租客心態去打工。租客見到牆身滲水會話關我咩事？反正間屋唔係我嘅。最後間屋發霉，受苦嘅係邊個呢？就係住喺入面嘅你自己。記住， CEO 思維唔係要你做老細嘅奴隸，而係要你做翻自己人生嘅真業主。我知好多人會心理上會有抵觸，我只係打份工啫，做咁多嘢為咩？如果你怕孭鑊，怕辛苦，覺得唔關我事，最舒服，咁你要準備好成為 AI 時代一個隨時可以被退租嘅職場租客。學識 CEO 思維唔係要你做奴隸，係要你學識點樣控制 AI 呢個最強員工，去為你自己創造價值。當你打破咗呢層打工仔嘅心理障礙，你先至會擁有真正嘅職場主導權。而家我想你同我一齊用老闆視角，分別分析下由新仔面試同職場老手呢兩個完全唔同嘅情景，拆解呢套 CEO 思維點樣實戰落地。雖然身份唔同，但背後嘅底層邏輯係完全一樣。無論你係邊種人，呢套嘢你遲早都要明，而且係越早明，你喺2026年嘅職場日價就越高。我哋先由每個人都經歷過嘅大學 group project 講起。當隊友係 free rider 嗰陣，租客心態嘅人只會抱怨，最後一齊炒 GPA。但擁有業主心態嘅學生，佢目標只有一個，就係攞 A。佢會諗，既然呢個人係負資產，我就將最唔會出錯嘅排版揾資料交俾佢，唔好等佢整死成個 project。呢種唔係執手尾，而係主動管理風險。如果你喺大學已經識得咁諗，你嘅職場護城河已經起緊。我喺投行面試過無數名校畢業生，老實講，好多人嘅表現都好倒模，遇到難題一係死撐，一係驚到口啞啞。但係有幾個我叫今日嘅新人，佢哋明白面試唔係考緊百萬富翁，最重要嘅唔係一個答啱問題嘅學生，而係一個可以一齊解決問題嘅同事。佢哋展示嘅唔係答案，而係思考過程。當遇到唔識答嘅問題嗰時，普通人會驚死啦，老細會唔會覺得我廢呢？上集講過，有 CEO 思維嘅新人就會瞬間轉換視角。老細問呢個問題，可能係想睇我點樣處理困難，想知 exactly 可以點答。可以睇翻上集，呢種掌控力話俾面試官聽，即使喺黑天鵝環境，我依然識得企喺老闆角度去思考。呢種氣場 AI 永遠學唔到。當入職之後，呢種分別會決定你嘅身價。普通新人會問老細我有咩要做，但有老闆視覺嘅新人會問呢個 project 點樣幫部門賺錢或者避險呢？由執行者轉向價值創造者，關鍵就係呢一句話嘅距離。當你開始關心部門嘅盈虧，你嘅工作就唔再係 task， 而係幫老細解決問題。最後，其實一個我見過最深刻嘅例子，係一個入職唔夠1星期嘅新人，佢喺 meeting 之後私下問我觀察到呢個流程有20%嘅重複勞動，
如果我用 automation 每日幫團隊慳翻2粒鐘，對團隊嘅 output 幫助大唔大呢？嗰一刻我心入面已經知道呢個人唔會一世做 junior，因為佢唔係等我分工，佢係主動幫我優化資源。記住，喺高層眼入面，面試入面最重要嘅唔係你答咗咩，而係你點樣表現自己呢一啲嘅 AI 取代唔到嘅人性價值。如果話23歲係求入場券，咁對於35歲以上嘅前輩，呢套 CEO 思維就係你嘅保命符。好多人到咗呢個年紀，最自豪係自己非常做得嘢，Excel 同 Python 玩到神乎其技。但喺2026年，呢啲優勢已經變成最危險嘅陷阱，因為 AI 嘅出現喺老細眼中，你只係一個好貴但隨時可以被 AI 取代嘅零件。我見過好多 senior 老細叫佢做 A， 佢就俾反 A， 問佢對部門重組有咩睇法，佢答我跟公司決定，呢種無個人觀點、冇 sense of ownership 嘅表現。喺裁員潮入面，通常係第一批被清洗。你要明白 sense of ownership 已經唔再係一種美德，而係生存嘅必然。你要諗嘅唔係點樣做，而係點樣幫公司贏。咁具體點樣反殺呢？唔好只係聽指令，你要主動出擊。試下寫份 proposal 俾老細。我研究過目前部門不同嘅 delivery， 如果引入 AI 處理 A 同 B 部分，可以慳返30%人力，從而專攻高毛利嘅 C 項目。當你開始為部門嘅盈虧負責，你呈現出嚟嘅氣場會令老細覺得你係 partner，而唔係一份隨時可以 cut 咗佢嘅支出。更重要嘅係你要識得 challenge AI 俾出嚟嘅 result 唔好照單全收。你要加入你多年嘅行業經驗去質疑佢、優化佢。AI 提供資訊，你提供決策。呢種將 AI 產出極大化嘅能力，先至係 AI 永遠取代唔到嘅護城河。記住，喺 AI 時代，做得快係基本，做得啱先係價值。企喺 CEO 角度睇盈虧，你先會由被炒嘅成本變做值得長線持有嘅投資。聽咗咁耐，或者你會覺得要建立 CEO 思維需要好長嘅時間，其實唔係。等我今日再分享2個極之有效嘅 tips， 幫你即刻開咗粒 CEO 掣。第一，3秒法則，之前講過，但係極之有用。答問題之前停3秒，諗下如果我係老細，會想聽到咩解決方案呢？呢3秒表面係沉默，實際係降維打擊。就算你最後真係要去資料，你嗰句我目前未有精確數據，但根據我嘅判斷，已經足以令你個氣場由0變100。第二係檢討思維，每日收工之前唔好只係 check 下個 list 做完未，要問自己：我今日做嘅嘢係累積資產定係消耗生命呢？如果你每日收工都覺得好攰，但唔知做咗咩，咁即係你已經喺被裁員嘅邊緣啦。呢個問題會逼你將注意力由忙碌轉向價值。當你習慣咗咁諗，你同老細傾嘢嘅深度會完全唔同晒。呢2個練習核心都係要你攞塊 ownership 啊。CEO 思維唔係一蹴而就，而係由每日呢啲微小嘅選擇累積出嚟。聽日試下呢套方法，你會發現身邊人睇你嘅眼神都會開始唔同晒。最後，其實呢個世界只有2種人：職場租客同職場業主。今日聽完呢條片，你想做邊種呢？無論你有幾多心理抵觸，你都要明白 CEO 思維唔係職位，係生存條件。如果你想攞反職場上嘅主控權嘅話，留言 CEO， 我會發俾你一份2026年職場升級攻略，入面有 AI 職場生存體檢表。呢份攻略唔只係一份 PDF， 而係你嘅覺醒種子，幫你定時 check 下自己邊個位要即刻升級。記住，俾你最穩定嘅工作嘅唔係大 firm， 而係你自己嘅 CEO 思維。提多你一次，睇完怕唔記得或者想未來可以簡單重溫嘅話，click 下面嘅 link 睇懶人包，仲有記得撳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， 等 YouTube 演算法知道呢種精英內容值得被更多想覺醒嘅人睇到。有問題歡迎留言。我係頭康爸爸，我會陪住你一齊將 AI 變成你最強嘅武器。我哋下一集見。